的地方，但神在每个地方兴起不同的人来那边来传福音，来郑重圣经。那今天我们代表基甸会，因为我们在过去的3天，礼拜4、礼拜5、礼拜6，我们在老爷行旅，我们举行全国年会，我们有408位从63个分会来的，所以我们除了马祖支会没有人来哈，我们的金门、澎湖都有人来，所以我们408个，我们有3天的时间。我们也请南神的胡院长给我们有2堂的培灵深耕建造。我跟大家分享这个题目。刚才我们已经读到这段的圣经，我不再读。那在2年前我们台大的张文亮教授呢，他写了一本书，叫做《上帝恩典的留声机》。这里面在讲到一个人，叫做讲道王子，是司布真 （Spurgeon）。司布真他的一生。那司布真他有一个好朋友，叫做 William Cuff。这个人他是向贫穷人传福音的赌夫，就泰迪矮了哈，杀猪的、卖猪肉、卖牛肉的哈，他是一个赌夫哈。但是他生长在伦敦的一个郊外，没有受过什么教育，他家里面很穷，但是他是一个刀法非常犀利的一个杀猪的赌夫哈。所以他在1963年呢，就去念那个牧者学院，你知道司布真呢？当他成为牧师以后呢，他在1856年呢，就成立了一个牧者学院，专门训练一些平信徒来传福音。所以当William Cuff 在1863年呢去读这个神学院的时候呢，就有人问司布真说：为什么这个赌夫可以去念神学院呢？这太低矮，看人去读新人医呢，哇！这个司布真就跟他讲说，他有传福音的心志，有领人归主的热忱，当然可以呀，我们只要有领人归主的这个心志跟领人归主的热忱，我们就可以传福音，继续读。所以他在1866年呢就毕业以后呢，就到休迪区那个地方呢来担任一个教会的牧师。所以那个地方那个地区呢都是很穷的人，但是呢这个 Cuff 呢 William Cuff 每1个月有一次的那个外面的布道，就在教会的门口布道。所以他每一次的布道的时候，就准备了一大块的牛肉，拿起赌刀来，开始一边讲道一边切一边讲道一边切，所以他的刀法很利落，所以他每次刀法讲信息的时候，你看我下刀的位置精准，刀法极快，关键不在我的手，乃是我2脚站立得稳。所以我们在信仰上也一样，要站立得稳，在基督的磐石上面，那我们就可以面对任何的挑战。哇，他一边讲一边切所以很惊奇，看他这样子的一个赌夫在讲道。很多人讲说，因为你很熟练所以你有如此的快的刀法啦他说不是，他说我的刀法是因为我2脚站立得稳。他说我们信仰一样，我们的信仰一样，在真理上需要操练，真理上需要操练，那我们就能够跟神有更深的体会的认识。所以司布真说我们都是软弱的，对不对？耶稣初代的这个信徒们也是很软弱在初代的信徒，他们没有受过任何的教育，也跟我们一样没有什么学识，他们也没有钱财，也不是很有富有，但是他们不是靠自己的力量，乃是靠的扎根在上帝的话语，所以他们才可以出去传福音。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怎么样，在这样子的一个卡夫 William Cuff 他的一生，神给他这样子的一个热忱，有这样子的负担，扎根在神的话语上面去传福音。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一段的圣经，在哥罗西书里面，保罗说到，你们既然接受了主耶稣基督，既然接受，也就是说我们已经信主了，表明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个人的救主，成为我生命的主。也就是说，主耶稣基督主宰我们的一切，他做主，所以我们应该遵他而行，按照他的旨意去行事为人。因为我们邀请神进到我们的心中来掌管我们的一切。所以因为当时的哥罗西的教会他面临的一些异端，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保罗去告诉他们说你们既然接受了耶稣基督，就当遵他而行。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他在这里讲到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提出2个很重要的词汇在这里，一个是深耕，一个是建造。
生根是一个农业的用语，建造是一个建筑的用语，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一棵树，它的根在土底下我们看不到，但是如果扎不深的话呢，在上面的这个树枝呢就没有办法长得很漂亮。一样的道理，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在属灵的道路上面，我们的根，你个人跟神的关系我们看不到，但是你外表所行出来的、所做出来的，是大家可以看得到的。所以生根建造表示我们怎么样在神面前，把我们隐藏的部分更加的成壮。所以弟兄姊妹，是的，生根建造表明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在基督里面不断持续的成长，在基督里面不断的持续的成长，所以让我们在这个生命的当中，我们经得起风吹雨淋，让我们在这个当中能够持续的成长很重要。所以我们今天要学习2个功课。第一个功课，我们就是要在基督里生根。在基督里生根，你也许会问我说：难道生根建造一定要在基督里面吗？是的，因为我们的生命要牢牢的建立在基督里面，才有机会成长。所以保罗怎么说？他说：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是的，既然神住在基督里面，便显露神的一切的丰盛在基督里面。所以接着保罗是怎么说？在第10节说：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所以在基督里面怎么样？借着神的本性，我们得到了一些丰盛。所以当你根健壮的时候，怎么样？你表示你的关键在你跟神之间的一个关系很重要。你跟神之间的关系很重要。所以耶稣怎么说？耶稣说：我是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你们是枝子。你们若连于我，就可以多结果子。很多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结果子，原因是什么？因为我们没有连结在耶稣基督，我们没有被连结耶稣基督。所以弟兄姊妹，其实说实到底呢，说很简单的，基督的信仰非常简单，就是你个人单独的、个人的秘密的跟神建立的关系。请记得，信仰的道路上面，不管你礼拜天在这里做礼拜、听牧师的讲道，在小组的聚会能够有查经、团契，这些都是目标，都是引导你去与耶稣基督建立关系，不是代替你去建立关系，乃是去引导你去建立关系。所以，如果我们找错了方向，你的目标就没有办法。所以我们乃是与耶稣基督建立关系。所以圣经怎么说？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当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个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是的，耶稣基督怎么样？在基督里生根，表示我们与耶稣基督的关系，单独的有个人深入的美好的属灵交通。那这边教会的讲台以及小组只是帮助你有一个方向，所以你每一天，你个人要有跟神读圣经、有祷告的时间，这是你个人跟神建立关系，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在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耶稣他是我们的好榜样。所以耶稣怎么说？圣经里面在马可福音第1章35节说次日早上，在天未亮的时候，耶稣起来到旷野地方去，在那里祷告。时间是天未亮，地点是旷野。我们也看到，在诗篇119篇147节到148节说我趁天未亮呼求，我仰望了你的言语，趁夜更未换，就睁开眼睛，我要思想你的话语。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怎么样讲到说，他本身日与月，表明他跟神之间的关系是一个昼夜不断的一个属灵的交通，昼夜不断的一个属灵交通。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建立我们的关系，在跟神的关系非常的重要。耶利米书里面17章的第5节到第8节，这里讲到一段话，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依靠人血肉的膀臂，心中离弃耶和华的，那人有祸了，因为他
必像沙漠的杜松，不见福乐来到，却要住在旷野干旱之处，无人居住之碱地。依靠耶和华，以耶和华为可靠的，那人是有福了。他必像树栽于水旁，在河边扎根，炎热来到，并不惧怕，叶子必要青翠，在干旱之地毫无挂虑，而且结果不止。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神将百姓比喻做什么样？做沙漠的杜松，以及河边扎根的树，两种截然不同的情景。一种是依靠人的血肉，依靠人的力量，依靠人的世界的关系跟社会的背景，离弃了耶和华。但是什么？必像怎么样？沙漠的杜松，细小而不见福乐。但是另外一种是怎么样？依靠耶和华，它就好像树栽在水边，在河边扎根，炎热来到并不惧怕，因为它的叶子仍然青翠，所以仍然结果不止。所以我们看到旧约神对他的子民如此的呼吁，到底我们是要做沙漠的杜松呢，或者是我们要栽在水边的树呢？用那么是的，让我们再一次的思考。神可能在10年、20年，已经很久以前呼召你成为他的儿女。到底你有没有思考到你的人生？你是不是一个扎根的人？你是不是一个扎根的人？到底你的根扎在哪里？让我们再一次的思考，从今天的这一段信息来学习。第二个，我们可以看到这段话里面告诉我们要在基督里面建造。我们如何与神之间的建立与神之间的关系呢？在犹大书第21节、21节告诉我们怎么样？他说：“亲爱的弟兄，你们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面祷告，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这里讲到至圣的真道，就是指圣经的教训，也就是指圣经的话语。在神的话语当中造就自己，就是造就，就是建造的意思。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保罗在哥林多前书3章10节到14节里面讲到一个属灵工程的建造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怎么样？他说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段话里面说，我照着上帝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根基，在别人的上面建造。只有个人要谨慎，怎么样在上面建造，因为那已经有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够立别的根基。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禾秸，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工程必要显露，因为那日子将要来临，表明有火发现，将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么样。人在根基上所建造的，若存得住，就必得赏赐。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属灵的一个建造，就是怎么样建造个人跟神之间的关系。正确的生命的信仰，才能够抵御那些异端的这个渗透，才能够经得起那个属灵风浪的一个考验，很重要。用这位是的，我们的过去的2年，也许我们面对的这个 COVID-19 这个冠状病毒的肆虐，很多人可能信仰有根基神啊，为什么是这样子？为什么让我的事业受到这么样的创击？为什么让我的生命这么脆弱？我们怎么样站立得稳，跟神之间的关系很重要。所以马太福音第7章里面讲到2种根基。他说，如果听见我话就去行的人，就好像一个什么聪明的人把房子建在哪里？建在磐石上面，风吹雨淋，他不倒塌。但是如果听到我话不去行的，就好像一个人怎么样？一个愚笨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面，风吹雨淋就倒塌了。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个人跟神的关系是一个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盼望我们能够建立我们的信仰根基在神的话上面，能够抵挡当有这些困难挫折来临的时候，我们有坚定的信心站立得稳。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圣经里面讲到信心，希伯来书讲到很多信心的伟人，特别提到2个人，叫挪亚跟亚伯拉罕。所以我们看到圣经怎么说？说挪亚听到耶和华的指示，建造了一只方舟。圣经说什么？挪亚因着信，蒙神的指示，他未见的事，起了敬畏的心，就预备了一只方舟。他全家得救，因此就定了那一世代的罪，
自己也承受了从信而来的义。是的，在120年的当中，他在默默的盖，那时的世代没有大水，没有大水来，都没有大水的一个记录。但是他在默默的盖那个方舟的时候，受到了许多的这些风风雨雨，但是他仍然坚信，就怎么样，神在拯救他。我们也看到亚伯拉罕，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当他怎么样离开那个他的出生地的时候呢，怎么样，神就带他该去的地方，他还不知道往哪里去，但是怎么样，他就往那里去。神在他99岁的时候给他的儿子，但神要他献上的时候，怎么样？他有坚固的信心，所以真正的建立个人跟神的关系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也盼望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的侍奉当中，是的，神让我们在这个富强教会里面来服侍他，有神的美意。所以透过教会夏牧师以及所有的同工们，带领我们走在神的道路上面，就是 move the people to the God's agenda。我们走在神的道路上面。也建立我们在跟神的关系非常的重要。基甸会在过去的123年来，我们的侍奉是建立在那个我们的一个核心价值。所以感谢神的恩典，每一个公司永续经营一定有它的一个核心价值。那基甸会的核心价值就是在我们的一个7大属灵目标。所以这个7大属灵目标，在我们每一年的年会的一个事工讨论当中，我们都成为第一个讨论案。也就是说，再一次的确认，我们愿意在我们的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把这7大属灵目标成为我们生活的一个最高的准则来追求。什么是7大属灵目标？也就是说，我们是成为一个读经的人，成为一个祷告的人，成为一个有信心的人，成为一个分别为圣的人，成为有爱心的人，持爱心的人。我要做什么事？我们要做个人见证，我们要奉献。所以可以看到，这样子成为我们一个属灵的一个标的，往前来跑。所以弟兄姊妹，是的，我们在这个教会的当中，神给我们有这样的意向。基甸会在过去的123年来，我可以说，我们是教会所生出去的一个宣教榜辈。因为我们是一个事工团体，所以会员从各福音教会来，像我们的王医师、王长老，还有许多的同工，也是我们的基甸会员。感谢神，我们一起的时候，我们就从教会出去，在教会以外的一些目标来赠送圣经，来领人来认识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只有一个目标，就是领人来认识耶稣基督。透过联合侍奉，我们在台湾有64个分会，透过个人见证，透过赠送圣经，所以我们在我们的每一本的圣经后面都有这个神的救恩计划，我们叫做 God Plan Salvation GPS 哈。你知道什么叫 GPS 吗？叫做卫星定位导航了哈。所以呢，怎么样？我们的车子的卫星定位导航是带领我们到我们的 destination， 我们的终点站，但圣经是神的 GPS， 带领人到神的永恒里面，很重要。所以我们鼓励会员，我们在明年开始要有一个很重要的训练，叫做 conversation， 叫做对话。怎么样用简单的方法，透过圣经后面的这个神的救恩计划来传福音。所以我们盼望我们能够真的让我们台湾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一个岛。感谢神的恩典，在每一年的暑假，我都有机会到美国去这个开世界年会。但每一年他们都会安排我在美国来演讲那个募款的参会。有一次我讲完以后呢，我坐下来在桌上就看到几本那个迷彩装的这个圣经，军人的用的圣经所以我就拿了一本放在我的口袋，我做了一个简单的祷告。我说上帝啊，我还有10天在美国，我需要用这本迷彩装的圣经，向一个美国军人传福音。在美国你要街上看到美国军人很困难的，所以我就第2天、第3天我就坐飞机从 Nashville 要坐到San Jose，所以我在 Salt Lake City 盐湖城转机。所以当我转机以后呢，我就坐下来以后就看到3个美国军人走进机舱。其中一个美国女兵就坐在我旁边，感谢神，哇，有女兵坐在我旁边，谁给我这个机会呢？我就跟他讲说 ，Nice to see you, my name Jim Liu, I'm from Taiwan。然后我就跟他讲以后，我说今天上帝准备了一个特别的礼物要给你，我就拿出那本迷彩装的圣经，
他一吓一跳，哇，怎么跟他的服装一样的颜色？所以我就开始分享前面疑难的帮助。我说，如果你很孤单、很寂寞、很挫折，要找哪一节的圣经节？然后我翻开后面神的救恩计划，我说神很爱你啊，这现在是我们得救的时候，所以我就分享神的救恩计划给他。所以就说是的，在我们的周遭，我们有许多的这个机会，特别是我们的富强教会，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年度主题，就是委身基督传福音。所以这是很重要的，我们要有机会去传。所以那一次呢，我其实跟我一起起飞的有另外一个东欧的执行长，他说在他的一生当中从来没有拿过苏联文的英文新约圣经在他的口袋，那天带了一本，你说多奇妙他从 Nashville 到到那个 Salt Lake City 旁边坐了一个讲苏联文的苏联语的那个小姐，所以他用那个很破的苏联，因为他是意大利人，所以很破的苏联文的跟他谈，跟他传福音。所以感谢神恩典，神给我们很多的机会。同学们，是的，基甸会，我们在学校、医院、旅馆、监狱、军中警察来送圣经。像我们昨天晚上，我们在新营的大林的501营我们昨天晚上有一个新兵训练中心，我们去演讲，我们送了450本的弥撒圣经给所有的这个新兵。神很恩待我们台湾。我们每一年要到300个基地部队去演讲送圣经。在美国是一个基督教的国家，他们没有办法到部队去演讲，但神却很恩待我们。我们全国的部队都打电话给基甸会，我们什么时候有11个新兵训练中心，所以这个新兵训练中心会把他们接兵的计划给基甸会。我们今年有10梯次的新兵。这个梯次什么时候进来？你下一个礼拜、第2个礼拜派讲员到我们的部队来演讲压力的调试，然后送圣经给我们的军人。所以感谢神，神给我们有这个机会，那个当中为这个事工来祷告很重要。为什么要送这么多的圣经？因为许多人生命改变。圣经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神的应许，心愿是什么？不愿一个人沉沦，愿人悔改得救。因为是的，那我们可以看到，今年我们在全世界的201个国家。我们计划送5000万本的圣经，我们本来都是大概在疫情前，我们是送到8000万到9000万，但现在疫情的关系，是我们减少的蛮多的我们希望明年开始正常所以我刚才讲说，我本来负责亚洲太平洋有一次呢，我们在印尼的苏拉瓦西一个小岛，有一个年轻人叫 Yohanes Mahatari， 这 Yohanes 呢，他的村庄呢有一天呢被那个回教的激进组织攻击。所以全村庄的人都逃到森林里面去躲起来，大概1-2天没有东西吃就很饿了所以Yohanes呢就跟另外2个朋友要走出这个森林，要去找东西吃。所以当他们走出去的时候，在那个半路上呢，就发现了有一本小本的圣经，就翻开的，但是这倒过来的盖在这个这个地上，所以他就捡起来，发现到那个圣经呢是翻在马太福音24章，他就看到有一句话很大的感动，就是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他感到很得到激励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所以他又翻到前面第10章的时候，又看到一句话说：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必在天父面前认他。所以他就跟那2个同行的朋友说：如果我们不信被回教激进组织抓到，你要不要承认你是基督徒啊？那2个没有回答他呢，没有回答他。就过不久，他真的被抓到了。所以那些人问，那2个说：“我不是基督徒。”他说：“你可以走。”结果他问他的时候呢，Yohanes他说：“我是基督徒。”就被那个刀子一刀从他的脖子上砍下来。再问他是基督徒吗？他说：“我是。”就又背上又被砍了4刀，又戳了4刀。所以他说就躺下来，流血躺下来。这些人以为他死掉了，哇，好紧张，赶快跑掉。过了大概1个钟头，有人经过那个地方就把他救起来。说送到了医院去，所以他得到完全的医治，很感谢神的恩典。他说：“我在我那个大逼迫的当中，神透过他的话，在这里激励我，所以他就献身读神学院，现在在雅加达一个教会担任牧师。所以神的恩典让他在逼迫当中能够得救。我们也看到，在哥伦比亚一个 Carlos Yapi， 这个人在他18岁年轻的时候。他呢就开始要在一个贩毒集团工作，
这个贩毒集团的老大呢，就跟他讲说：“我有3个工作让你选，第一个，你帮我运毒到国外去；第二个，你帮我在哥伦比亚境内运毒；我第3个，那你就是到山区去帮我去辅导那些种植古柯碱的那个农夫们。”所以他选择了第3条路，所以他就到了那个哥伦比亚哥伦比亚跟委内瑞拉的上面那个圣塔玛塔的那个内华达山脉的地方去辅导很多的这些种植这个古柯碱的这个农夫。所以大概过了3年，他在学习了一切的技术以后，他就开始自立门户了他自己就管理了好几百甲的那个古柯碱的地，开始自己来经营。所以每一次他去看这些农地的时候呢，农场的时候，他就带40个保镖跟着他。所以很多的山区的客户帮他呢炼制古柯碱。他每一次有一个习惯，每一次他在洗礼当中都带1-2本书，晚上呢睡觉的时候读书。有一次他忘了带书，那个晚上睡不着觉。这个农场的女主人知道他有这个习惯呢，就说：“我儿子在哥伦比亚的军队他拿到一本基甸会的圣经那这样好了，我这本圣经送给你好了，你读。”所以他就读了以后呢，怎么样？感谢神，他晚上呢读完以后，第2天早上起来要走在山区的当中，就开始分享说：“我昨天晚上在圣经里面所读到的一些亮光就分享给那个40个保镖听。说每天晚上读圣经，白天就分享，晚上读。”有一次他要到另外一个新的农场的时候呢，因为那个农场没有继承的道路所以那个草很高，就拿镰刀撇，一挥用力挥。镰刀挥到他的脚，哇，流血不止，几乎要死。哇，那个时候呢，他整个人就到了这个小公寮的当中，躺在当中，几乎要死掉了。这个时候他就想到他读的圣经里面有耶稣，他就做了一个简单的呼救：“主啊，救我！耶稣啊，你救我！耶稣啊，你救我！”神真的救了他了，耶稣真的救了他，所以那个流血就停了。所以他感谢神的恩典，他呢怎么样就接受了耶稣基督，成为他个人的救主。他就放弃了100-200甲的那个古柯碱的土地，然后把那个工人都解散，所以他40个保镖都成为基督徒，其中14个保镖成为牧师。所以感谢神，他现在呢在哥伦比亚波哥大首都呢成立了个儿童基金会，来养250个那个街头流浪儿。所以感谢神的恩典，我们可以看到神很奇妙，透过一本圣经来帮助他。弟兄姊妹，是的，基甸会的工作是 think global and act in local， 就是全球化的眼界，但是我们有在地化的努力。我们最近都在为一件事情祷告，什么祷告？为了乌克兰祷告，对不对？神的恩典，乌克兰基甸会在1989年开始，就到现在有211个分会，我们在赠送了4000多万本的圣经。当这个仗开始打的时候，开始在3月份的时候，有大概100多万的难民从乌克兰逃到了波兰、匈牙利跟罗马尼亚这个边界的国家，所以基甸会就开始计划，我们印制乌克兰文的圣经送到波兰、匈牙利跟罗马尼亚呢，把这些圣经透过当地的会员赠送在那个乌克兰的难民营。所以那个时候，我们中华民国总会的理监事会呢，我们也知道这个东西，所以我们就马上决议，我们奉献5万本的乌克兰文的新约圣经给总会来赠送在难民营。所以我们就马上汇款了185万美金，台币，大概6万6千美金给这个基甸会。所以感谢神，我们可以看到在那边赠送。所以我们在上个月，7月10号的时候，我们在美国达拉斯参加全世界年会的时候，就乌克兰的一对夫妇，他们来做报告，他们逃到罗马尼亚去。所以我说我们呢，在那边乌克兰人因为受到这么大的逼迫，他们很愿意接受圣经，所以我们已经累积赠送了100万本的圣经在那个乌克兰的难民营的当中。所以现在目前增加到700万还不够，我们还有600万要送，还在努力的当中。所以感谢神的恩典。那这个当中，我们就见到了2对夫妇从乌克兰来的所以我们就在大会中跟他们分享说，我们中华民国台湾，我们奉献了5万本的乌克兰文圣经来支持你们，我们还继续奉献，能够来支持你们，能够赠送圣经给乌克兰的这些难民在这些国家的当中。所以你看这张照片是在克里米亚，在2014年的时候，当乌克兰跟苏联打仗的时候呢，
我们送了很多的圣经给那些乌克兰的军队。其中 CNN 的一个记者呢，在战场上面就照到了这个乌克兰的军人在战场上面拿着圣经在读，他把它照相以后，把这个圣经这张照片呢寄给了我们基甸会的总会，说哈，谢谢你们的努力哈，让这个军人在这个战场上还有时间来读圣经，感谢神。你看他哈，很传神的一张相片。所以我在7月18号、17号礼拜天，我在达拉斯的台湾人教会，我就分享信息、做见证、报告这个事情之后呢，有一个台湾的生意人住在达拉斯的，他就会后他跑来找我，他说刘执行长，我愿意奉献1万本的乌克兰文的新约圣经给基甸会来赠送在乌克兰，所以他那天他说我要奉献多少钱？我说14000美金，所以他马上写了14000美金，啊，大概42万台币了哈，感谢神的恩典，我拿了这张支票，好高兴哦。所以我回到了旅馆，我就碰到那个乌克兰代表，我说来，我告诉你，我刚刚去教会报告见证哦，当地的人为你们奉献1万本的乌克兰新约圣经，他好高兴，他说让我照一下相，啊，所以呢感谢神，神其实很奇妙，所以神也透过你们今天的奉献，我们也会奉献来支持乌克兰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需要你的祷告支持很重要。全世界今年5000万本。台湾大概30万本的圣经在赠送。第二个，我们需要更多的同工弟兄夫妇来加入基甸会。我们在台南有3个分会，我们在学校、医院、旅馆、监狱、军中、警察，我们希望更多的人来同工。世界全球化的眼界需要有在地化的努力，很重要。第三，我们希望大家的奉献，你所奉献的每1块钱，我们都会去支持世界的宣教工作。像我负责过亚洲太平洋的国家。巴基斯坦、孟加拉、尼泊尔、这个缅甸，都是非常穷的国家，辽国很穷的国家。也许你一顿饭3000块就可以吃到他们1个月的薪水，但是神却透过我们的奉献，我们每1年大概有50%的奉献，从教会、从我们的会员来的奉献，我们会支持国际总会在那个地方的印制的圣经。弟兄姊妹，这是一个最有价值的属灵投资。为什么？我要做一个见证结束的分享。我不知道你们的手机有没有这个 You Virgin， 有的举手一下 You Virgin， 有哈，很多人有哈。你知道这个 You Virgin 怎么来的吗？在美国有一个人叫做 Craig Groeschel， 这个 Craig Groeschel 呢，他是读 Oklahoma University。当他在读书的时候，他不是基督徒，因为有一天在大学的校园里面有3个基甸会员在校园里面诵圣经。Craig Groeschel 他拿到了那本就是草绿色的那一本圣经，神透过那本圣经改变了 Craig Groeschel 的生命。Craig Groeschel 神甚至呼召他成为这全时间的侍奉。所以当他大学毕业后，他去读神学院，读完神学院以后，他就到了一个教会牧会，他就找了一群年轻人来说：“我有一个想法，怎么样把圣经把它放在手机里面，让人家咔咔咔点一点就可以听到读圣经。”点一点就可以看到圣经，所以这一群年轻人就发展了这个 You Virgin 的这个 app 哈。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一本圣经影响一个人的生命，到今天为止，它影响多少人？给你看一下。到今天为止，这个 You Virgin 有2794种不同的版本，有1863种语言，总共有5亿3100万人登记使用这个 You Virgin 的版本。我不知道看你们的想法怎么样，有没有价值？非常有价值，一本圣经去影响一个人的生命，透过它去影响全世界5亿3000万人。所以我们盼望再一次的感谢神的恩典，让我们一起服侍神。所以我们再知道，我们富强教会是一个积极传福音、委身基督传福音的一个教会。所以盼望我们一起来努力，能看到神的话语在全世界上做那奇妙的工作。所以我们再一次的谢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不是我们拣选你，乃是你拣选我们，并且分派我们去结果子。所以我们感谢你，因为你不要看到一个人的沉沦，因为人人都悔改得救。所以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让我们再一次的在主你的面前帮助我们，能够在整个的一个事工，不管在台湾，我觉得在全世界不断的发展，不断的能够见证你的名，能够看到世界的百姓他们的生命透过你的话来改变。主你也祝福，让我们每一个富强教会的弟兄姊妹们有这个热忱传福音的心志，
主你使用他们，能够来传福音，让教会能够更增长，2倍、3倍，能够在这里看到主你的荣耀，看到你的荣光。谢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